要来关心在地事事项项，台湾原住民族排湾族上界大的祭典就是5年一届的5年节。这项祭典伫咧屏东的绿里部落，都这项仪式真特别，甲人无共款。因为头目会老族人做伙过来聚会了后，因逐间民家来清垃圾，用的方式唔是放炮啊，是厝主徛伫咧厝尾顶野农作物野汤啊，族人就会徛伫咧楼骹前，用德国豆菜刀摕一寡汤啊、人啊来接，现场笑开开，闹热气气。规百个人聚集伫个民家厝的头前，因拢看厝尾顶大声咧喊肉曲，这帮人遮大棚看到真惊人。不过真相是厝主徛咧厝尾顶，伊准备要野汤啊。莫叫是讲这是台湾版的万圣节，你若唔予我汤啊，我阁甲你创治。其实这是排湾族上大的祭典5年节的一个仪式，族人伫个这个头目化火甲聚集做伙，会来到每一家来做拄话的工课。破掉了！敢有看出来？这个野的物件有汤啊，嘛有红包。看这个族人是安尼下来客气，现场有笑嗨嗨。5年节其实应该甲号做祖灵节，伊原本的意思是讲，祖灵若是过5年，就会转来后代子孙的厝来探亲。绿里部落的这个族人，因相信讲，这个祭典若是煞了后，有一寡祖灵因会唔甘走。有的佫会秘伫个银枝卡，也是面床卡，所拜这个族人，因就聚集起来，去到每一家来甲做拄话，希望因的祖灵莫安尼唔甘走。也若厝主就会传这个煮好的农作物来答谢族人。这到尾期煞来变做野糖啊，也是讲野红包。泡芙，哇，这么多！还有什么？没有钱吗？钱在我女儿了。5年节就敢恁亲像排湾族的这个过年同款，因透过仪式来和祖灵做伙，嘛请祖灵对这个未来的5年有祝福。不过，若是来看这个祭典的现场，有超过300户拢爱来做拄话的工课，唔免等到5年，起码逐个人的这个糖啊甲红包，佮拢摕甲满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